涼熱麻，有啲 feel 喎，但係真係 last 到咁耐咩？男人啊，一開始好有力，有啲 feel，但係後勁不繼，過眼雲煙咁有咩用呢？我以前用嘅生髮水啦，全部都係咁，一啲持久力都冇。直至用咗天康髮呢個精華，先知咩叫持久啊！入到頭髮最深層，唔再係表面功夫咁膚淺，兩邊額角啊、頭頂啊都生翻晒毛仔啊！佢唔會好似某啲人咁啊，講就天下無敵，做就無能為力。因為佢有 LPS 滋多糖，係全港獨家嘅日本專利成分，清空晒啲又老又廢嘅髮細胞，生髮營養直達無浪。而家我啲頭髮啊係好有力咁紮緊喺頭皮嗰度，新生出嚟嘅頭髮呢，持久有力，唔再係曇花一現，一扯就斷噶。重點係勁清爽，一啲都唔立，絲絲有力，留到最後，先係贏家。